今年春天，这枫叶保护协会来去到治本的南地亚调查野鸟生态。今年体价有206只厝，是2018年调查以来上界多。另外，黄莺干那19只厝，是这几年来拢无啥成长。赵教授表示讲，因为台湾黄莺的数量真多，受到都市开发，有民众偷猎，到达全台湾，预估这数量是剩无到500只。 当年3月到6月是thị雞探景期，伫台东治本的南地会当看到颔棍蓝色港的thị雞真水真大班咧啼。枫叶保护协会自2018年开始，逐年拢会去到治本的南地进行调查，发现今年的thị雞是调查以来数量上侪一档。讲有206只，所以是有史以来上侪。这thị雞伊伫迄落人农地啊，种迄落水果的，伊这环境伊嘛拢就爱吼，所以阮就会看到迄伫迄落水果园含这枫叶这中间吼，因伫遐飞来飞去。协会表示，即届除了thị雞，也有调查到花米啊、黃鶯、錦銳正多元。協會也特別強調，黃鶯外形真水真古錐，叫聲也真好聽。自2022年調查，數量攏無啥成長。針對黃鶯的保育狀況，台大森林系教授表示，台灣西半部都市化開發了後，黃鶯的數量就減少真濟。因攏講佇南部像咧高雄、屏東迄個所在，四界攏是。 問題就是講，即種黃鶯吼，伊愛佇迄落較燒熱的所在，平地樹啊足懸的，邊仔上好有草仔埔，像即種的所在是伊上愛的。所以即擺呢，阮若去東南亞吼，其實即個黃鶯足濟，因為因即款的狀況吼，即款的迄落所在都足濟。問題就是阮台灣吼，尤其是西部，哎喲，開發較嚴重啦，所以迄種大樹啊，大部分攏用錯了去啊。 學者表示，伫150當前，台灣各地攏真接看到黃鶯，目前全台預估無到500隻。除了開發影響因的生態，也因為外形水，過去真接有人偷獵轉去飼。學者呼籲，不管是黃鶯、thị雞或者是花米仔，攏是台灣珍貴需要保育的鳥仔。希望透過提高保育意識，減少即款愈來愈罕見的物種。記者張家嘅謝桂玲台北報道。